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诈骗的手段。无论是伫咧网络顶是面册也是歹，看到正吸引人的消息嘛，一定爱保持警觉。伫咧新北市，就有一个负责人是提超过68万户人，相信这对方会带去见演员梁朝伟，结果这寡钱是全部拢去互管去。警方调查落发现，这车手嘛是一个65岁负责人，伊嘛是去互骗去的。伊就是讲，伊若去倒摕钱，就当见到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。公共坐伫车厢等待面高，警察突然拜访伊。小姐，警察。可是车手落网过去的2个月，几下摆成功摕到钱，也毋过专案的被害人安怎甘愿一摆搁一摆将业绩交出去？受害负责人69岁啊，无想到开大钱，只毋茫见到爱到梁朝伟一面。前后交付新台币68万元之现金与点数卡。警方调查，嫌犯年纪65岁，会甘愿做车手，原来也有移民计划。伊讲家己也互卫士套路骗，就是完成政府就会当安排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见面。因过不法集团即摆甲以前无共，罕见的吸收年纪大的车手。那在年长者的情况之下，有可能他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并不宽裕嘛。我诈骗，如果诈骗不成，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干脆转而变成是我们的一个车手集团的成员，充分发挥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剩余价值？诈骗多数为社群出发，伫面册 IG 设款号，王品集团也正做另类苦主旗下品牌服务用，讲要办小小总铺活动，互业者紧急澄清，都连赖也互诈骗集团利用。我们曾经留个资，就把我们加成好友，被动的消息就会一直传进来，会有一些莫名其妙就跑出来的广告之类的。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关，我们老人家不会说，要等到年轻人再问他。要防止赖防入侵，有专家表示，会当关掉温存防家己好朋友外部应用程式存储、提供使用资料等6大功能。如果是政府机关传送的，它的这个前面的传送的这个账号应该有一个盾牌，那盾牌的颜色基本上绿色或者是蓝色，就代表验证过的。道惊诈骗集团冒名公家赖 ID， 有专家建议会当检视口座敢有盾牌，甲盾牌色水辨别真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